Hello，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本書係由日本牙醫博士隅田真弘所寫嘅《人生100年時代歯を長持ちさせる鉄則》，中文版譯名牙齒好，遠離99%健康未爆彈。喺書入面，隅田真弘教授指出，口腔嘅壽命同身體壽命之間存在住大約40年嘅空白差距。如果唔及時保養，多數人會喺年紀大嘅時候失去關鍵牙齒，進而影響全身健康，誘發慢性疾病。聽到呢度，可能大家都會有好多疑惑，點解隅田真弘教授會咁講嘅？第一個疑問，點解口腔壽命同身體壽命之間會存在40年嘅空白差距呢？喺現代社會，人類嘅平均壽命不斷延長，我哋已經慢慢進入咗人生100歲嘅時代。身體嘅壽命比以前長咗好多，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牙齒嘅壽命並冇跟住一齊延長。書中指出，即使係人體最堅固、最長壽嘅牙齒，例如虎牙，亦即係犬齒，如果冇經過刻意同正確嘅保養，平均亦大約只能維持到60歲左右。咁樣計算，如果身體可以活到100歲，但牙齒嘅壽命只有60歲，中間就會出現大約40年嘅空白差距，亦即係話，當人生進入後半段，唔少人可能要面對牙齒逐漸退化、牙齒脫落，甚至需要頻繁接受牙科治療嘅問題。去到最後，可能連一啲比較硬、需要長時間咀嚼嘅食物，都慢慢變得難以享受，影響日常飲食同生活質素。第二個疑問，點解去到年紀大嘅時候會開始失去關鍵牙齒呢？好多人大概都會有一個誤解，就係覺得年紀大甩牙好似係自然老化嘅必經階段。但隅田真弘教授指出，其實牙齒脫落並唔係突然發生嘅，而係口腔問題經過幾十年累積，最後喺年紀大嘅時候一次過爆發出嚟嘅結果。其中最主要有2個原因。第一，牙周病就好似一個無聲無息嘅骨質小偷。牙周病初期好多時都冇明顯痛楚，最多只係刷牙嘅時候偶爾流下血，所以好多人都唔會特別嘅重視。但係當問題持續多年，牙齦同埋支撐牙齒嘅牙槽骨就會慢慢受到細菌破壞，去到後期，牙齒就好似一間地基逐漸被挖空嘅屋，表面睇落仲喺度，但實際上已經失去穩固嘅支撐，最後就會出現鬆動甚至脫落。第二，關鍵牙齒一旦失去，就會引發連鎖反應。其實我哋每一隻牙齒都有各自嘅功能嘅，例如大臼齒主要負責承受強大嘅咬合力量，而虎牙就負責幫助引導上下牙齒嘅咬合方向。當呢啲重要嘅關鍵牙齒因為缺乏保養而提早流失，剩低嘅牙齒就要承受更大壓力，長期落嚟就會加速磨損、鬆動，最後牙齒問題就可能由一隻牙開始，逐漸演變成一排牙齒接連出現問題，形成惡性循環。第三個疑問，點解話失去牙齒之後會影響全身嘅健康，甚至增加慢性疾病嘅風險呢？隅田真弘教授提出一個重要觀點，萬病源於口，意思唔係話所有疾病都一定係由口腔引起嘅，而係提醒我哋口腔健康同全身健康之間其實存在住非常密切嘅關係。失去牙齒並唔只係少咗幾隻牙咁簡單，而係可能影響到身體多個系統，慢慢令健康問題進而惡化。主要有以下3個方面。第一，口腔發炎可能會影響血管嘅健康，增加心血管疾病同糖尿病嘅風險。我哋嘅口腔入面有大量嘅血管，而牙周組織亦同身體循環系統緊密相連嘅。當牙周病嚴重發炎嘅時候，口腔內嘅有害細菌同發炎物質就有機會經由血液循環進入到身體嘅其他地方。長期嘅慢性發炎可能會影響血管健康，增加心血管疾病嘅風險，例如中風、心肌梗塞等等。同時，身體持續處於發炎嘅狀態，亦可能影響胰島素嘅正常運作，令血糖控制變得更加困難。第二，咀嚼能力嘅下降可能加速大腦功能退化。其實牙齒唔單止係用嚟咬碎食物嘅，牙齒周圍有一層叫牙周膜嘅組織。當我哋咀嚼嘅時候，牙周膜會將受到嘅刺激轉化成神經信號，傳送俾大腦。呢啲刺激就好似每日幫大腦進行一種自然訓練，有助維持腦部嘅活動。
當牙齒流失、咀嚼功能下降，大腦長期得唔到足夠嘅刺激，就可能加速認知功能退化，增加失智症嘅風險。第三，牙齒退化可能增加吞嚥嘅問題，引發吸入性肺炎。對年紀大嘅人嚟講，牙齒不足唔單止影響食物咬碎，仲會影響口腔肌肉嘅協調同吞嚥嘅功能。當吞嚥能力下降嘅時候，含有大量口腔細菌嘅唾液或係食物殘渣，就有機會錯誤進入到氣管，繼而進入肺部。對於抵抗力較弱嘅長者嚟講，就可能增加吸入性肺炎嘅風險。講到呢度，大家可能都會諗，原來牙齒嘅健康對我哋身體嘅影響係咁大嘅。咁我哋平時應該點做先可以真正保護好自己嘅牙齒呢？余田真宏教授寫呢本書嘅核心目的就係希望大家唔好等到年紀大，牙齒開始出問題嘅時候先嚟補救，而係喺20歲、30歲甚至40歲嘅時候就開始意識到口腔壽命同身體壽命之間嘅差距。透過每日正確刷牙，做好口腔清潔，再配合定期揾牙醫檢查同埋專業護理，就有機會延長牙齒嘅使用年期，減少牙齒過早嘅流失，將原嚟40年嘅空白差距慢慢縮短。咁究竟喺日常生活入面，我哋可以點樣護理牙齒呢？書入面就提出咗4大護牙法則同3大護牙新概念，接落嚟就同大家逐一了解一下。法則1：建立正確嘅刷牙習慣，5分鐘刷牙法則。好多人大概都以為刷牙只要快快手刷一刷就足夠，但其實好多人每次刷牙嘅時間平均都唔到2分鐘，咁樣係唔可以徹底清除牙齒表面嘅牙菌斑嘅。書入面強調，真正有效嘅刷牙唔係求快，而係要有足夠嘅時間同正確嘅方法。每次刷牙必須確保滿5分鐘。刷牙嘅時候唔係大面積嘅亂刷，而係每隻牙齒嘅外側面、內側面、咬合面都要各自仔細刷足5秒鐘，咁樣先可以減少牙菌斑積聚，真正做到全面嘅清潔。法則2：利用口腔檢查表，每日做一下自我檢查。因為好多牙齒嘅問題，早期未必會有明顯嘅痛楚，但身體其實已經發出咗警號。書入面提供咗一套簡單嘅居家自我檢視標準，只要出現以下任何一種症狀，就代表口腔可能已經出現問題啦，必須立刻調整清潔嘅方式，或者尋求牙醫嘅幫助。第一，刷牙嘅時候牙齦容易流血，呢個可能代表牙齦已經出現發炎嘅反應。第二，食冰冷食物嘅時候，牙齒突然出現酸痛，呢個可能係牙齒敏感或者牙齒保護層受損。第三，咀嚼食物嘅時候，牙齒根部出現隱隱痛楚，呢個可能代表牙齒周圍組織或者牙根位置出現問題。第四，長期受到嚴重口臭嘅困擾，口臭唔一定只係清潔嘅問題，有時亦可能同牙周健康有關，所以保護牙齒唔係等到痛先去處理，而係每日由細節開始，及早發現問題，及早治療，先可以真正延長牙齒壽命嘅。法則3：提升唾液分泌，打造口腔嘅天然保護力。余田真宏教授強調，唾液亦即係我哋俗稱嘅口水，其實係我哋口腔入面最強嘅免疫防線。口水唔單止係用嚟濕潤口腔嘅，佢仲有抗菌、清潔口腔、保護牙齒同埋中和口腔酸性嘅作用，可以幫助降低蛀牙同口腔問題嘅風險。所以想保護牙齒，唔單止要清潔，更重要嘅係要幫助身體維持足夠嘅唾液分泌。接落嚟介紹2個提升唾液分泌嘅方法。方法1：充分咀嚼食物，刺激唾液嘅分泌。喺日常飲食方面，可以刻意咁選擇一啲需要咀嚼嘅食物，或者食嘢嘅時候放慢一下速度，多咬幾下。當我哋反覆咀嚼嘅時候，唾液腺就會受到刺激，自然就會分泌更多嘅口水。呢個睇似簡單嘅習慣，其實就係幫助口腔進行一次天然養護。方法2：每日進行3大唾液腺嘅按摩，為咗激活呢個口腔最強免疫防線，書入面建議大家可以喺每日早晚或者食飯之前進行簡單嘅唾液腺按摩。呢套按摩動作主要針對3個重要嘅唾液腺。第一個，耳下腺按摩，將4隻手指放喺面頰嘅兩側，即係耳仔前方，接近上排大牙嘅位置，然後由後向前，以畫圈嘅方式
輕輕按摩，大約做10次。第二個，顎下線按摩，將大拇指放喺下顎骨兩側嘅內側，接近下巴位置嘅柔軟地方，由後向前輕輕按壓推動，咁樣可以幫助刺激唾液分泌。第三個，舌下線按摩，雙手大拇指合埋，放喺下巴嘅正下方，即係舌頭根部嘅附近，然後向上輕輕按壓，可以刺激舌下腺嘅分泌。進行按摩嘅時候，記住力度唔需要太大，只要保持輕柔，有少少酸脹感咁就足夠。千祈唔好用力按壓，避免造成不必要嘅刺激。唾液腺按摩推薦嘅最佳時間就係食飯之前進行。整套按摩其實唔需要好多時間，每個位置大約按10下，全部完成通常只係需要1至2分鐘。唾液腺按摩對於年紀大嘅人尤為重要。可能有人會問，點解年紀大咗更加需要重視唾液分泌呢？因為隨住年齡嘅增加，唾液腺功能可能會慢慢下降，令口水分泌減少，繼而出現口乾嘅問題。而長期口乾唔單止會增加蛀牙、牙周問題嘅風險，亦可能影響咀嚼同吞咽嘅能力。余田真宏教授提醒，尤其對於長者，每日保持唾液分泌，改善口腔嘅濕潤度，有助降低因吞咽唔順，令食物誤入氣管而造成嘅吸入性肺炎嘅風險。所以保護牙齒唔單止係靠刷牙，亦要懂得啟動身體本身嘅天然防護力。法則4：正確使用牙線，做好專業嘅口腔保養。除咗刷牙之外，牙縫位置亦係好多人口腔清潔容易忽略嘅地方，因為牙刷其實只能清潔到大約60%嘅牙齒表面，而剩低嘅牙齒之間嘅細小縫隙就需要靠牙線或者牙間刷先可以有效去清理。如果牙菌斑長時間積聚，慢慢就會形成牙結石，而牙結石表面其實非常粗糙，好容易吸附更多嘅細菌，令牙周問題不斷嘅惡化。一旦形成牙結石，單靠自己刷牙係好難去清除嘅，所以書入面建議大家要定期接受牙醫檢查同專業嘅清潔，例如每半年左右進行一次洗牙，及早處理口腔出現嘅問題。除咗上面講嘅4個基本護牙法則之外，余田真宏教授亦提出咗幾個值得我哋重新思考嘅護牙新觀念。因為保護牙齒唔單止係每日刷牙咁簡單，隨住年齡、生活習慣同身體狀態嘅改變，我哋嘅護理方法都應該作出相應嘅調整。護牙新觀念1：唔好長年只係用同一款牙膏。好多人大概都有一個習慣，就係一款牙膏用幾年，覺得冇問題就一直用落去。但余田真宏教授指出，其實口腔環境同牙齒嘅需求會隨住年齡、季節變化，甚至身體嘅狀況而改變。所以牙膏係應該根據自己當下嘅口腔狀況，選擇適合嘅功能型牙膏，甚至要交替去使用。例如，當牙齦容易紅腫、發炎嘅時候，可以選擇偏向牙周護理功能嘅牙膏；而平日保養就可以使用含氟防蛀型嘅牙膏，幫助強化牙齒表面，降低蛀牙嘅風險。護牙新觀念2：戒甩單側咀嚼嘅習慣。除咗牙膏選擇之外，平時我哋嘅咀嚼習慣其實都會影響牙齒嘅健康。有啲人食嘢嘅時候習慣長期只係用一邊嘅牙齒去咀嚼，長時間偏向單側咀嚼，會令左右兩邊嘅牙齒同顎關節受力唔平均，久而久之可能會造成咬合唔平衡，甚至令張嘴嘅時候出現咔咔聲，增加顳顎關節出現問題嘅機會。所以平時食嘢嘅時候，應該盡量保持兩邊牙齒平均咁使用，左右交替去咀嚼。咁樣唔單止可以減少局部牙齒過度磨損，亦可以均衡刺激唾液腺嘅分泌，幫助維持口腔嘅健康。護牙新觀念3：智齒應唔應該留，要睇清潔嘅難度。講到牙齒嘅保養，好多人都會問，智齒係咪一定要掹呢？余田真宏教授指出，其實智齒唔係一定要掹嘅，最重要係睇佢生長嘅位置同日常清潔嘅難度。如果智齒生長嘅方向正常，可以正常清潔，亦冇造成發炎嘅問題，就未必需要處理。但如果智齒生得歪斜，位置太入，平時刷牙根本清潔唔到，就容易變成細菌積聚嘅地方，引發牙周問題。呢個時候更加需要注意嘅係，
智齒附近嘅細菌感染，亦可能影響旁邊重要嘅大臼齒，令原本健康嘅牙齒都受到牽連。所以智齒去或留嘅關鍵，唔係單純睇有冇長出嚟，而係要睇佢會唔會影響口腔清潔同整體嘅健康。除咗以上提到嘅護牙方法之外，書入面亦特別提醒大家，有幾個日常生活入面好容易忽略嘅習慣，其實正慢慢傷害緊我哋嘅牙齒。呢啲問題可能大家平時唔覺得好嚴重，但如果長期嘅累積，就可能會加速牙齒嘅老化。接落嚟，我哋就一齊睇下有邊幾個習慣需要盡快改善嘅。問題一，飲碳酸飲品，包括無糖氣泡水。好多人大概會有一個誤區，就係覺得無糖飲品冇糖應該唔會傷牙，所以有啲人為咗減肥或者代替汽水，會改飲無糖氣泡水、無糖可樂等等。但其實要注意嘅係，碳酸飲品最大嘅問題唔只係糖分，而係佢本身嘅酸性。無論有冇添加糖分，碳酸飲品嘅酸性都可能會慢慢侵蝕牙齒表面嘅珐琅質，令牙齒保護層變薄、變脆弱。長期落去就可能增加牙齒敏感、牙齒磨損，甚至其他牙齒問題嘅風險。所以保護牙齒唔只係減少甜食，亦要留意日常飲品對牙齒造成嘅影響。問題二，以為抽過神經嘅牙齒補返好就代表冇事。好多人大概都會有一個誤解，就係覺得牙齒做完根管治療，俗稱抽神經，再裝埋牙套之後，就等於問題已經完全解決。但其實並唔係咁簡單嘅。做過根管治療嘅牙齒，由於牙神經已經被移除之後，即使出現咗問題，都未必會再感覺到明顯嘅痛楚。亦因為咁，好多人會降低警覺，忽略咗後續嘅保養。要注意嘅係，失去神經供應嘅牙齒會慢慢變得比較脆弱，而牙套底下亦有機會出現疑似蛀牙。呢類蛀牙因為位置比較隱蔽，平時肉眼未必睇得到，加上牙齒本身已經冇咗痛覺，所以好多時等到發現牙套鬆脫，甚至牙根出現裂痕，問題已經比較嚴重。去到嗰個階段，有時就可能要面對掹牙嘅結果啦。所以做過根管治療嘅牙齒唔代表可以完全放心，反而更加需要定期檢查同細心嘅保養。問題三，頻繁食零食，令個口一日到晚停唔到。除咗食咩會影響牙齒之外，食嘢嘅頻率其實都非常重要。有啲人可能唔係一次食好多零食，但就習慣一陣食粒糖，一陣飲啖飲品，令個口長時間不停有食物嘅刺激。但問題係每一次進食之後，口腔環境都會變得偏酸性。正常情況下，唾液需要大約20至30分鐘，先可以慢慢將口腔嘅酸鹼值調節返比較穩定嘅狀態。如果我哋成日喺度食，令口腔不停咁重複進入酸性嘅環境，牙齒表面嘅礦物質就會更加容易流失，增加脫鈣同蛀牙嘅風險。所以有時一整日不停咁食零食，對牙齒造成嘅傷害可能比一次過食完一包零食更加嚴重。所以保護牙齒唔單止係每日刷牙咁簡單，真正長久嘅護牙方式係由日常嘅小習慣開始調整，重視每一次清潔、每一次咀嚼同埋每一次身體發出嘅提醒，先可以慢慢延長牙齒嘅健康壽命，令我哋去到年紀大嘅時候，依然可以食得自在、笑得自信，享受更高質素嘅生活。今日分享先到呢度啦，希望睇完呢個視頻之後，大家都可以開始重視牙齒嘅保養，從今日開始守護自己嘅口腔健康，擁有一口健康好牙。多謝大家嘅收睇，我哋下次再見。